有冇試過身邊嘅老人家話俾你聽，睇嘢越嚟越矇，佢哋以為只係老花，但係其實咧可能已經有白內障嘅問題啊！好多老人家咧都以為視力差咧係正常嘅老化，但係其實咧如果白內障唔處理嘅話咧，後果會變得越嚟越嚴重，例如係影響安全啦、跌親啦、撞到嘢啦等等。但係問題係咧，好多老人家都會覺得手術費好貴啊！咁然之後咧，排政府咧又要等好耐，咁究竟係咪冇其他出路可以選擇咧？其實咧，香港係有免費嘅白內障手術計劃啦，而且咧唔少人都未必知道。咁今次咧就會幫大家整理兩個實用嘅資源，咁特別咧係適合一啲經濟困難嘅長者嘅。第一個就係由港安醫院慈善基金提供嘅金睛火眼慈善白內障手術計劃。咁佢呢個計劃咧就係由周大福醫療基金咧去捐助嘅。咁佢嘅申請資格咧，就係第一需要年滿6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啦。第二咧就係已經咧係喺公立醫院輪候緊白內障手術，或者咧係經眼科醫生咧證實個老人家咧已經有白內障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去申請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又一定要提供一啲嘅眼科嘅證明信件啦，或者係輪候緊白內障手術嘅證明文件嘅。咁第三咧就係個老人家咧係拎緊綜援金啦，或者咧係要通過咧一啲入息審查，證明呢個老人家咧係低收入人士嚟嘅。咁第四咧就要係個老人家身體狀況都穩定啦，例如佢有啲長期藥物食緊嘅，咁咧都要提供翻咧相關嘅病歷報告咧俾呢個計劃。咁最後咧，其實個最終決定權啦，當然都要留翻俾呢個基金咧做最後嘅決定。個計劃咧就會包一次手術之前嘅檢查啦。第二咧就係日間嘅局部麻醉白內障切除手術，咁咧唔需要留院嘅。第三咧就係手術之後咧就會有3次嘅手術之後嘅檢查。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咧，呢個計劃咧只係會包括單焦距人工晶體鏡片，咁就有別於咧多焦距嘅功效嘅。咁第二咧就係呢個計劃咧就唔適用於一啲保險嘅索償啦。咁第三咧呢個計劃咧就會喺翻咧荃灣嘅香港港安醫院嗰度進行，咁同埋咧就係指定嘅眼科醫生處理嘅。咁第四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咧，大家所提供嘅文件咧都係要真實性啦，就冇虛假嘅成分。咁第五咧，就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港安醫院嘅慈善基金咧都有權要求申請人咧提供進一步嘅證明文件。咁最後當然咧，就係港安醫院慈善基金咧，就會對於個申請咧保留最終嘅決定權嘅。咁如果大家咧都見到身邊嘅老人家咧都初步合資格嘅話咧，有需要嘅話咧就可以打返呢個計劃嘅電話咧去查詢嘅。咁留意返啦，名額係有限啦，先到先得。第二個咧就係銀齡護眼中心嘅長者免費驗眼計劃。咁佢呢個計劃對象咧，第一就係年滿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第二咧就係拎緊綜援金或者係長者生活津貼嘅老人家，第三咧就係之前咧未有咧排緊政府嘅眼科覆診啦，咁咧就可以優先咧安排咧去參加呢個計劃嘅。呢個計劃咧就會包括白內障嘅檢查啦、眼壓檢查同埋視網膜黃斑嘅檢查嘅。咁顧名言之咧，如果個老人家咧係之前冇睇過眼科醫生，但係咧就覺得隻眼咧開始蒙蒙地啊，或者有啲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咧嘗試參加呢個計劃嘅。呢個計劃咧都會由精彩慈善基金嘅義務眼科醫生咧去到做判斷啦，同埋提供呢一啲治療嘅方案嘅。咁如果有需要嘅老人家咧，都會幫手轉介去公立醫院咧，去到進一步嘅跟進啦，甚至乎咧係都會提供咧免費嘅白內障手術咧，俾有需要嘅老人家嘅。
如果大家咧都知道身邊有啲老人家啊，或者屋企人咧都合資格參加呢個計劃嘅話咧，都可以幫佢哋咧喺網上邊填翻咧呢一個嘅網上登記表格，咁或者咧直接咧打電話咧同佢哋做翻個登記申請嘅。總括嚟講咧，呢兩個計劃咧都可以為有需要嘅長者咧去提供白內障嘅手術。咁但係咧，大家留意翻港安醫院呢一個計劃咧，係需要事先有眼科醫生去證明啦。咁而銀齡護眼中心咧就唔需要嘅。咁但係咧都要由翻呢義務嘅眼科醫生去到做最後嘅判斷，咁判斷翻呢個老人家咧適唔適宜做白內障手術嘅。今次咧嘅片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咧都對於一啲長者福利資訊嘅題材有興趣嘅話咧，咁歡迎咧大家去訂閱我呢個頻道啦，同埋俾個 like 去支持我。咁如果大家都想咧分享俾其他有需要嘅人知道嘅話咧，都可以撳分享個掣啦，同埋咧有需要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嘅。咁下條片再見啦，拜拜。